为特别对付诈骗集团，NCC 今仔邀请法务部甲相关的政府部门、甲电信业者坐落来互相交流打击诈骗的经验，希望讲透过公司部门做伙来防止诈骗，保护民众的性命甲财产的安全。请注意，这是国际电话，小心诈骗。只要接到国际电话，通话进程就会有警示，提醒接电话的人爱设置这是国际诈骗电话。诈骗集团的问题严重，打击诈骗成做社会关注的议题。NCC 11举办打击诈骗的论坛，行政院长陈建仁亲身出席，而且邀请法务部等等的公部门、甲电信业者交流阻挡诈骗的经验。防堵诈欺呢，这个就像跟抗疫一样。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，虽然我们的新药、我们的疫苗不断的创新发展，但是病毒也不断的在突变当中。因为全台湾去年诈骗的压榨钱超过60亿，创下历史新高。行政院成立打诈办公室，全力来阻挡。不过在野党立委批评讲，办论坛袂输是伫冷气房内底，甲诈骗集团软性口抗，引起大家讨论。主诈、惩诈。各机关都是利用我们自己本身的职权，那么就中央定的拟定的政策，那么详细去执行。研讨会了解各单位的相关提出的策略，来加以测进检讨，这是必要的。那当然打击的部分也是一个重点工作。伫第一线打击诈骗、阻挡诈骗的检警单位，强调这个工作是规个政府团队做伙动作。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。政府已经阻挡境外诈骗电话有达2600万通，希望透过各种的手段，全力来阻挡诈骗集团违法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